网络电视台频道分享，频道分享怎么操作？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，不，右上角3个点这边，3个点，你看到3个点，按下去3个点这边，我看到分享。分享，然后到那个动态消息是脸书的，你的社团也是脸书的，Facebook，F 是 Facebook， 后来变成 Meta 了，好像2022年还是2021年，叫做元宇宙，元朝的元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新纪元的元啊，一元两元的元。元宇宙呢，也可以分享到那个脸书的动态消息。这样也没有网址可以用要想要得到网址，要选电子邮件，右上角3个点。